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談談情說說事頻道。無線電視節目《中年好聲音4》，無線藝人賽區近期真係好爆，藝人要蒙面唱歌，搞到網民個個偵探上身，個個都想估下邊個打邊個。其實原來 TVB 唱得嘅藝人都唔少，我先舉出 TVB 唱得之人嘅例子先啦。首先講下男藝人，TVB 嘅男藝人好多都係唱而優則演，陳展鵬、陳山聰、蕭正楠、曹永廉、胡諾言呢啲都係唱歌出身，其餘而家活躍嘅有張振朗、譚俊彥、周志康、羅天宇、許文軒、歐永權、黃建東、姚兵，呢啲都係我心目中唱得下嘅藝人。再講講女藝人， TVB 都有唔少唱得之人，胡定欣、林夏薇、滕麗明、黎芷珊、呂珊、江欣燕、劉彩玉，其他嘅都有劉佩玥、蔡潔、尹思佩等等。前面嗰批應該唔會參加中星4，但係後面嗰批可能會有份。首先講下淘汰者先啦，其中馬騮精係婉兒，太貓寶寶係葉海茵，佢哋已現咗真身。都講一下佢哋嘅表現先啦。婉兒真係唱得真心麻麻，佢唱唔出烈焰紅唇嗰種韻味，節奏感唔夠。我唔係專家，我只係以一個觀眾嘅身份評論一下啫。葉海茵就真係差一啲，佢入行23年，其實唔應該咁緊張，玩下啫，唔需要太認真咯。再講一講爭議比較大嘅係白楊君，白楊君有人話係陳展鵬，有人話係姚兵。陳展鵬本身係唱歌出身，亦唱過唔少 TVB 劇集嘅主題曲，包括《巨輪》、《差半步》、《從未知道你是最好》等。我初初睇白楊君唱歌都有啲似陳展鵬，但後尾睇落佢個嘴型又唔多似，陳展鵬個口冇咁大，所以我都認同佢有可能係姚兵。姚兵來頭都唔少㗎，佢入行前係一個司機，曾經攞過2003年度全球華人新秀大賽浙江區冠軍同 CCTV 夢想中國新秀大賽浙江區冠軍。2005年參加 TVB8 全球華人新秀大賽。佢喺2007年正式喺香港做嘢，但仍然喺深圳、香港兩邊走。佢喺2013年參加歌唱比賽節目《星夢傳奇》，奪得殿軍。佢結咗婚，有一個仔。貓女郎都有好大爭議，有人話係劉佩玥，又有人話係陳庭欣。我感覺佢講嘢嘅語氣有啲笑嘻嘻，似劉佩玥多啲。講下唐伯虎，有啲人估係六合彩先生蔡國威，我感覺有啲似李國祥，估唔到又唱得唔錯。翻查資料，蔡國威係1993年參加咗亞視歌唱比賽節目《未來偶像爭霸戰》，可惜喺12強止步，競爭對手有田蕊妮。而獅子王係一個大大隻隻嘅男演員，佢嘅身材非常養眼，而且聲線辨識度高，佢好明顯係羅天宇。呢個我感覺係毫無懸念㗎啦。佢喺2008年參選香港先生選舉，獲得少年組冠軍，隨後加入娛樂圈。佢唱歌都唔錯㗎，佢同龔嘉欣合唱過《逆流直上》，獲得2020年度勁歌金曲頒獎典禮最佳合唱歌曲金獎。佢亦同谷婭溦合唱過《哭牆》，連詩雅合唱《愛情事》。不過我嫌佢唱得太平，冇乜高低起伏，我認為佢喺唱歌方面要努力啲啦。企鵝人有人話係黃耀英或者係周志康，佢係唯一一個5登直接晉級嘅選手，佢好緊張有啲手震。如果係周志康，佢參加過超級巨星，冇你緊張到手震，而且佢俾咗啲 tips 大家，話喺屋企都有唱歌，我感覺似係黃耀英多啲。樹熊公子有人話係許文軒，唱怎麼捨得你，佢把聲唔錯，不過我感覺佢揀錯歌，佢高音去唔到，轉音亦都麻麻。白眉鷹王有人話係莫家淦，佢曾經喺《信地扮野王》入面扮張國榮唱歌，演出好生鬼，好多人都讚賞佢㗎。佢亦都有首歌叫《無可替代》，可想而知佢都係有實力。678唱浮誇，高音轉音都唔得，我估係黃建東或者譚永浩。聽過黃建東唱歌都唔錯。黃建東喺2022年參加全能司儀選拔大賽攞到冠軍，並且擔任萬千星輝賀台慶大會司儀之一。
仲喺萬千星輝頒獎典禮獲提名飛躍進步男藝員，成功晉身最後5強。譚永浩而家係流行都市嘅節目主持，唔講唔知，佢係英皇新秀歌唱大賽2010金米大獎得主。好啦，今集講到呢度，歡迎大家點讚、評論、留言同分享呢個視頻，多謝。